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7月31日 AM 新闻，我是嘉豪。今发生什么大事代？头先就来报您知。立法院临时会最后一天，甲性平3法修法总完毕，增加利用权势性骚扰上当罚100万，也会关3年。高雄工厂有一栋大楼太6号风台一直扫落来，若要征收规栋，要开要到6000万，自护证位伤过贵。立法院临时会最后一天，三读通过性别平等工作法甲性骚扰防治法修正草案，增加权势性骚扰7年内面会当申诉，上重要关3年，罚100万。也若这听课性赔偿上济是5倍。性骚扰防治法修正通过。三读公推也宣告性别3法修法正式结束，包括未被修正通过的性别平等教育法31立法院临时会最后一日，佮三读性骚扰防治法甲性别平等工作法、性骚法增订条文，并确定其权势性骚加重刑罚，相当处3年徒刑。经过申诉调查成立者，相当罚60万，也延长申诉时效，要求保护被害者雇主。主管机关爱推动性骚扰防治业务。在这跟所有的被害人一鞠躬，是你们的伤痛，你们的勇敢，开出了一条改革的血路，给了台湾社会，也给了我们立法院这一次改革的机会。希望这次修法呢，在重视权势性骚之后，我们也能够延长儿少性侵被害人的追诉期限，能够早日实现。性别平等工作法也增订权势性骚过分职务残疾同法，相当处100万罚款，并罚偿赔偿上悬5倍。那正在动态者，雇主爱暂停调整被申诉人的职务，也扩大适用的场合范围。那雇主接到申诉甲调查结果，拢爱通报。那受害人不好调查，也会当向地方主管机关申诉。公务机关的性骚申诉机制应该加强，尽速填补现有申诉制度的不足，让地方主管机关有机会可以介入，仍然有加强的一个空间。毕竟我国30人以下的企业占全国90%，如何维护到多数人的一个权益？后续执法配套还需要各单位的持续努力。为5月底开始，国内引起 MeToo 行动，为政治界团结到各界，也安尼促使政府加速修法脚步，希望强化打击加害人，保护被害人权益，完善性骚扰防治制度。记者综合报道。立法院临时会今三读通过一家修正条例草案，增加这故意犯罪发生死亡结果，所犯上轻本刑是10年以上。若准是贪污重大经济犯罪、无加犯罪所得交代等等，就袂当参加一家人选。这一家的这条例修正案通过内容，加减受刑人人选的这个表现，无注明、无明定上无爱互关1/3的刑期，而且这累犯就爱关超过1半以上刑期，也爱符合会使假释前1年的资格。新法内容也排除杀人犯罪、犯本刑10年以上重罪、强盗罪、私刑拘禁罪、诈欺罪、以小性剥削部分条文之罪等等。另外，犯贪污罪或者是重大金融案件经济犯罪者，就要把这犯罪所得交出来，才当参加一家的人选。讲到今年第6号风台卡努有可能伫咧8月初3转向日本，当咧变强当中，气象局无排除伫咧明仔载暗时呢发布海上风台警报，而且这卡努转向日本的过程可能会变慢，这影响的时间也会拖较长。卡努风台目前伫台北东南单边海面上，风台眼正清楚，有讲会发展到中度风台上限，相信电脑模式有无显示，可能伫8月初3登北向日本行。暗过路线依然有变数，所以去爱观察北平太平洋高压势力变化，对台湾北部海边依然可能有威胁。2号、3号会比较接近台湾附近，所以我们也不排除可能在1号晚间到2号清晨也有发布海上警报的可能。北极受卡努外围环流影响，北部局部地渐润雨。拜3、拜4，雨区拖加中南部地区。拜4是风台较接近台湾的时间点。前气象局长田明典分析，卡努目前西平是低压区，周围各户高压区半细条咧，安尼会互风台路线变异多元，风台生命期也较长。也提醒爱注意风台伫接近台湾北部外海时阵，可能会留较长的时间。这个转弯过程当中，就恐怕会持续多一点的时间，那可能会有3、4天以上，所以恐怕有的预测，现在的确是到周末都会持续在我们北方很远的一个海面影响。
另外，气象局发布长兴及时信息，基隆北海岸东部、东半部甲恒春半岛沿海甲马祖拢有长兴发生的几率。屏东鹅銮鼻甲大东南势已经有2公尺悬的海涌，并将去海边活动要特别注意。记者综合报道。风台多数落来的时阵是透风落雨，这南环公路因为山区落大雨，地势乌口路段崩山崩甲真严重，可能要开3个月时间来修理。另外，伫金门、高雄这个所在呢，路边真侪树仔倒去，甚至是树尾断去，陷着轿车。若讲到这台南的石溪、西瓜、油来啊，这农作物也出现损害情形。道路大地拖桥堆，附近路面甚至随着路基同齐崩落。多数的风台为山区带来行人雨量，造成南环乌口平台到向阳路段严重崩起。预计要修复3个月，南环贯通日会延到10月底。除了山区路段受损，平台也有几啊件路树倒去的事故。高雄为27到30日止，就接到900件路树受损，也是起倒的通报。交通的部分，我们都已经全部排除障碍。重点公园完成90%，今天已经进入邻里公园、小型公园部分，预计在这个礼拜内全部把它做一个清除完成。护树团体研判，多数路树起倒，可能是树叶无够大，也是下边有阿妈土岩坑，造成路树树根无法度爬深。建议高市府会当进行树倒调查，厘清原因。有一寡路树未堪你强风大雨倒去，有一寡树仔拄啊停过风台，就出现断尾事故。百斤重的树尾落落来，好佳在轿车卡车经过倒过一劫。代志发生伫金门中正国小门口，门前的100年老青仔树，树尾31中大部有景落落来。林务所警官小部赶紧到场留防出线。那边停了一台白色厢型车，我们校车刚好进来，然后一台黑色轿车过去。对啊。哦，没有找到车子。没有，只有扒到那个驾驶座的车门。虽然风台多数已经离开，不过过境期间的强风变雨也造成台南的石家、石桥啊、西瓜、油来啊等作物的农损。农业局目前统计农损金额超过320万。灾损甲用比虽然无算严重，不过会继续关注天气状况，甲监视有因地灾害发生的情形。记者综合报道。中国国民党总统参选人侯友宜今仔日去拜访日本，头一站就去拜访东京妈祖庙，背书是有去背条啊卡的意思。侯友宜也有去到众议院和国会机关交流，谈论到两岸情势紧张，侯友宜发出台湾安全、日本安心、台海安定。侯友宜按算伫明仔载会和日本前首相麻生太郎见面。侯友宜动算，侯友宜动算。侨胞大城化当选，国民党总统参选人侯友宜7月31日中到，到日本就受到热烈欢迎，3天访日，尤其一路第一站就直接去新疆中心东京妈祖庙。诚心参拜妈祖，侯友宜身边也有前主持代表邦家台妈祖庙董事长詹德芬陪同，詹德芬更加直接讲侯友宜是未来总统。不过当方问到会投票什么人，詹德芬都无讲啊。会参加。我最希望谁当选？我要选的那一天，那一票投下去那一次，我就会自己决定。甲众议员也是李华坤代理干事长的李浩时握手致意，侯友宜甲十华会国会机关交流。李华坤会长古武贵司因为确诊无出席，当然几夜摆将准有切台湾选情的日本政治学者小丽袁先生也有误会。我这一次来到国会跟议员沟通，展现让台湾安全、日本安心，最重要台海安定。两岸情势紧张，侯友宜淡出台湾，爱搬现降低风险者。这摆访日要展现处理涉外事务能力，侯友宜也会甲日本前首相麻生太郎见面。记者综合报道。洪正伟是挺郭台铭的彰化县议长谢典林呢，半暝啊宣布退出国民党。郭台铭也留话甲伊感谢，外界拢认为讲这郭台铭要出来选总统，只是紧早晚的代志。另外，民进党的赖清德今仔日出席成功都产业论坛，感谢在地中小企业对台湾的经济做出贡献。也那民众党的英语网页呢，有写一段标语，互当作是投票予白人、投予右派，引起争议。即马已经把这标语摕掉了。而控制数大选进入下半场，彰化县议长谢典林宣布退党，为那赢投下震撼弹。
被看作是挺过牌假点林，31透早伫面册宣布退出国民党，讲无希望有互人利用的机会。郭台铭也留回感谢，强调只有在野团结整合成功，摕到大选胜利，正将中华民国为战争救回和平。发布之前已经想了1个礼拜了，因为我也不想让我姐难做，所以我退出国民党，然后我自己比较好做事情这样。爬山的时候，你总不希望有东西拖住你。如果今天他越过红线，我也不得不，我一定会对他做出党纪的处分。对于家底啊，互外界看做挺过挺后买上保险，向医方严正反驳。贾典林是为南投县长何胜峰了后，拿赢第4回退党的挺过派议长，外界关心有连续的效应。民进党罗清照31是路南高雄参加新港岛产业论坛，表示就人工智慧产业化发展，协助中小企业数位转型甲净零转型。一定要持续壮大我们的科技产业，扶持。帮助更多的隐形关键成为更多的护国群山，确保台湾的经济发展能够立于不败之地。针对主题兵立委林俊宪讲，罗清照台南本命区纳入一席立委，总统可能会输去。罗清照并无正面回应，民众党英文网页标记 "More Right, More Right" 也引起争议，被解读是投予别人、投予右派已经落架。小编起初的用意是想要表达支持白色力量是一个正确的选择，加上台湾没有所谓白人至上主义的这样子的概念。针对用字无正确，民众党强调，内部未来会交由外交事务出身的党秘书长周泰德，甲国际事务团队针对英文相关内容严格把关。记者综合报道。伫咧台中潭子的嘉兰拿车头呢，早起发生一名挂机移工入侵高架轨道区，通报警察来了后要解抓，这名移工煞爬过隔音墙，互一台拄要落难的自强号弄死。这件意外也造成17帮的车帮万分。目前警方也正在调查这死者的身份。这外籍移工徛伫高架铁路的隔音壁外口，离涂骹数公尺悬，看起来真危险。过程拢互民众翕落来。10点左右，这外籍移工无经过许可闯入台中淡水区，代替绿电站轨道区，铁路警察第一时间赶到现场处理。听到过，因为这边仔都未行哩啊。人警察嘛无啊，嘛拢无，只要来警察，一定嘛有警察。铁路警察表示，伊刚看到环境较场，马上爬过高架隔音壁，拒绝沟通。警方马上请消防队支援，伫涂骹放气珠啊。初步了解，这移工并是逃走移工。警方也无强行追捕，甲伊保持距离安踏。暗过中昼12点23分，移工强行变过高架铁轨路隔音壁，直接互落难的自强号弄到当场死亡。该民众于12点23分许，突然翻越高架隔音墙，冲入轨道区，遭南下117次自强号列车碾毙。警方表示，死者身份依然在调查当中。用着移工的自强号驶到彰化观音站停车，接受警方修正。这事故造成17列次火车慢分，最后伫下晡1点20分恢复通行。记者综合报道。伫咧高雄公山有一栋28年的大楼，一直有这泰路落落来问题。这届风台来变更较严重，不过要征收外口的泰路，就要开卖到6000万，而且需要经过9成住户同意，平均一户就要出35万。有一寡住户是无意愿，即马征收是半途进行。监视器画面中，涂骹硬碰碰，也阁有真侪脆石仔角。高雄公山这栋厝龄28年的大楼27风台霉，受强风影响落泰路雨，警方赶紧到场救风锁线，住户也惊甲唔敢困。瓷砖掉下来，它不是只是往下掉啊，对，它那个风乱吹嘛，它有可能会打到你的窗户啊。大楼外壁落菜，路苍苍，下面虽然有风雨网防止泰路落来伤着人，不过无法度挡泰路大面积落落来部分风雨网也出现破损，不时传出厝边河边还是车强攻击。有啊，平常会掉啊，就做这个掉网处理，可是还是会掉下来，所以之前有车子被砸到。咱嘛想甲建议啊，内底讲咧有会议要用，会无爱啊。
其实大楼态度下落的问题已经要20年，虽然管委会决议由住户共同集资修缮，也毋过爱得到9成以上住户同意，那这栋大楼外壁9倍整修，估计爱5700多万。以即马164户来算，一户大约爱负担35万，造成少数住户意愿无悬拖慢修缮进度。差不多有32户还没有缴同意书出来，我们委员跟那个副主委啊，我们会努力赶快去收那几张同意书出来，这样就可以跟厂商签约。倘若因为外墙瓷砖剥落导致他人受损，则住户会因此要负上刑事跟民事责任。监管处提醒管委会，外壁落柴恐惊影响通行安全，无完成修缮进程，爱做好相关防护措施。市府也会提供管委会相关法律咨询，辅导大楼申请9倍补助。记者综合报道。敢是受到政府拍炒房所影响呢？这拍落去有可能会互资金的周转有问题，中小型建商可能会出现这建案起卖性的问题。台北北投呢，去年10月底有一个已经全部卖出的新建案朴山岩，这个建商讲这起厝的成本有起，公司营运有困难，建案无度继续起啊，会安排退货。负责这个建案信托银行伫这个月中已经有对外发出公告，讲建商无度2亿完工。台北市地政局今仔日派人去到现场稽查，也把这个案件列作是警示建案咯。在台北北投规模建案碧山岩，原本是2024年底要完工，不过工地现场煞无人，也无过动工现象，引起附近民众关心。之前还要加减有咧叮当啊，后来就差不多今年的5月起到现在好像都没动静。有些邻居就是他们拆迁起来了，有一阵子突然停工了，他们也是要在找，好像在找那个建设厂商这样。建商去年10月底伫建案面册宣布完销，不过今年7月就发简讯予买厝的人，讲营建成本太高，公司营运困难，无法度继续起，会安排退货。员工搁对外打公告指出，公司负责人为6月初5都无甲员工联络，公司无法度正常运作，银行跳票欠公司员工薪水。负责建案基金信托的银行则是对外公告，未方无法度移续员工。台北市地政局调查发现，这间建商伫台北大同区。还有另外一个无完销建案加权停业，同款工程停落来。台北市府伫台北地政处房顶官方网站公告注明建案无法度移续完工的警示，提醒消费者注意。成功户他们其实也已经有委请律师，针对他们已经付的钱或者建商应该付的违约金的部分，便去做一个处理。目前我们是没有接收到这个讯息，他们有要走续建的这个程序。如果这个建商不是一个大型公司，或是说他过去的案子很多的话，你得小心。这个时候很多建商会利用什么缺工的方式啊，或者说一些其他的一些借口来导致故意案情直接不盖了。房市无好，资金无充足，中小型建商恐惊有烂尾楼未爆单，或者呼吁政府修法。建商推新建案爱达到一定坎站，包含资本额至少爱建案总销8成以上，而且限制建商的贷款唔通超过家己的负担，这样避免烂尾楼事件一直搁发生。记者综合报道。伫咧新北市的三重埔，有民众要出门时阵，拢甲这窗仔门关好势，甲狗留伫厝内面。想袂到这厝头家敲电话予伊，讲你的狗仔对露台摔落来，送病院有关救无回来。新北市动保处是认定讲，这是过失伤害造成动物死亡，违反着动保法，甲这个主人罚15000块。圈圈，哎呦！家主人真欢喜地耍，花贵宾挖过真活力。南面走客厅，南面走厨房，四界地走。不过若是无人伫厝的，饲主的心肝宝贝都爱踮伫笼仔内。正常上下班去带一个宠物在身边，一方面就是也是会影响到工作，在家的时间大概6到8小时。因为主人出外工作，一日离开就规半工，爱留狗啊，家己伫厝内，饲伫18楼悬，除了讲窗仔门一定爱锁起来，宠物摄影机嘛爱监控，安尼较安心。即嘛是有狗仔讲留伫厝内，煞传出落楼骹意外。接获民众通报，家犬受困栏杆外，需要救援。10分钟后，民众再次来电，表示犬只已经坠楼死亡。因为过失伤害动物或使动物遭受伤害，可处3000元以上15000元以下罚款。
这件代志发生伫新北市三重埔，饲主住伫公寓6楼，窗仔门公务官员府，出门了后收到判消息，厝主敲电话讲狗仔为露台落来，经过抢救无效死亡，毋但爱面对狗仔死去的毋甘，阁爱互新北动保处罚15000块。防护措施要做好，比如说你的围栏可以只单独隔狗狗会靠近落地窗的地方，或者是大门的地方，那这样它还是有办法在家里其他的空间自由活动。看动物保护法明定饲主的义务，只要有故意也是过失，致使动物受伤也是死亡，拢有处罚。只是主人可能出外工作，常常有急事爱出门，把宠物留伫厝内。动保团体嘛建议爱加装安全锁，也是暂时关伫笼仔内，避免危险的代志发生。记者综合报道。各位观众朋友来看这则新闻，讲到罗西亚首都莫斯科30透早互3台无人机攻击，造成2栋大楼受损，有1名保全人员受伤。这个罗西亚政府表示讲，这挂无人机呢，拢是对乌克兰来的，这是恐怖主义行为。那乌克兰的首都基辅有一个祖国支票纪念碑，拍算要改名，改做是乌克兰母亲，当作是去苏联化加转型正义的一部分。工作人员喺纪念碑顶悬象征苏联的推甲念刀，乌克兰首都基辅一个有名地标祖国之表，喺进行部分拆除的作业，目标是将盾牌顶悬的苏联国徽刷掉，改做乌克兰国徽的金色三叉戟，而且佮拍算将改名做乌克兰母亲。Моїй лінії пам'яті біжать покоління українців, які мріяли про такий момент. Момент, коли не буде чужих символів на нашій землі. 这大型的雕像伫1981年5月7号落成，是基辅有名的地标之一。伫第聂伯河边正平，是属于战争博物馆的一部分。乌克兰政府为2016年开始计划删掉雕像盾牌顶悬的苏联国徽，因为资金甲国安全的因素，迟迟无实际进度。中心后面的部分是希望伫8月24日乌克兰独立日进程得到文化部的批准。俄罗斯首都莫斯科商业金融区的大楼外壁受损，因为有3架无人机伫30透早发动突袭，造成2栋大楼外壁小可受损，也有一个保全人员受伤。Около 3:43 я прям просыпаюсь от лютого грома. Я подумала, может гром, может молния. Смотрю, нет ни дождя, ничего. И я понимаю, что у меня собака забилась от страха под диван. 俄罗斯当局指控3架无人机参加这一摆攻击，其中1架伫郊区被摧毁，2架互电子系统压制，偏离轨道落伫非主体区。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认为，俄国对抗入侵的实力慢慢增强，战争已经到达登去甲俄罗斯领土。Але маємо бути свідомі того, що як і минулого року, так і цієї зими російські терористи ще можуть бити по нашій енергетиці, по критичних об'єктах. Сьогодні ми обговорили із громадами поточний стан підготовки усіх можливих сценаріїв. 这已经是乌克兰7月以来第4摆对莫斯科发动这种的攻击，也是一礼拜第3摆。和莫斯科周边4个机场其中一个被迫暂时关起来。公司新闻陈慧珍报道。美国生物制药的产业呢，会掠校处议会来制作细菌检测剂。这款的做法，方认定讲是杀害伊的凶手。这毋但害一个校的数量减少，连这食校卵的海鸟数量也对咧减少。伫地球已经活超过4亿年，有活化石称呼的校，体内有抗菌能力的蓝色的血，是生物制药产业用来测试新药啊甲试剂安全性重要的细菌检验剂。近几年来，美国东海岸为缅因湾到佛罗里达州的校，互人大量掠去活体处理了后，再个也放去海洋。不过大部分到这一步，拢因为失血过多死亡。伫保护团体强烈的谴责，像查尔斯核实验室这种校血试剂的制造商，都改用新的作业标准，通确保处血的校会当有更较好的存活机会。不过照常去互保育人士批评。The problem is they want to increase the kill. So this past fall, they wanted to open up the kill to females. So right now it's an all-male harvest. They want to open up a female harvest, and so we're standing against that.
当年生两个季节，一个高考规定出现伫个课老部，这个含有丰富蛋白质的卵，是海龟、大鸟甲海鸥重要的食物之一，嘛是受到濒危物种法保护。红腹滨鱼主要的食物之一，保育人士讲，甲顶世纪90年代比起来，目前校卵的数量减少真侪，连带嘛，互受威胁的物种鸟啊生存更加困难。On Delaware Bay, we once had 100,000 eggs per square meter. So a meter is about a square yard, and that's on the surface. And so most of those eggs were making Delaware Bay thrive. Now we have about 10,000 eggs per square meter, so 1/10. 国际自然保护联盟根据2016年的评估，甲大西洋号列做易受害物种。当时根据国家公园管理局的统计，红腹滨鱼为1980年代开始，数量就减少75%。公司新闻王慧文编译。挪威有一位女性的爬山专家，甲负责带路的人，因开92天行过世界上14座上界悬的山，创下用上短时间爬上全世界海拔超过8000公尺悬的一个悬山纪录。挪威女登山家哈里拉甲伊的沙巴向导天敌已经第30平安登去巴基斯坦北部吉尔吉特巴尔蒂斯坦地区，表定已经打出因完成任务海报顶面写着恭喜成功爬上世界14座8000公尺以上的高峰，搁创造新计划。记的是92天来完成创下上短时间完成爬山纪录。It's very important that it's not just the fastest woman, but it's the fastest person. My goal was to do it in less than 6 months. So when we didn't get the permit last year, I decided to do it all over again this year. 37岁哈里拉甲天敌离奇，登上峰一回，对登山家来讲上危险的山峰之一 K2。公顶的是也从尼泊尔出生的英国公民普尔加，伫2019年以189日登上14座世界上8000公尺以上高峰的纪录入新。目前全球有40多人完成这个举动，不过大部分都是男性。哈里拉真有攀登的能力，不过为着要赚到资金，需要争取赞助，也未调工具一定贵。那家己是人性赞助就较简单。今年伫家己讲，伊会当以山的考核之下，总算得到包括手表甲牌仔在内几间企业的赞助。For girls and women after me to see that we actually can go and break the records and that we can get sponsorship and that we can earn money on this. 迄日伫 K2 也有一项新纪录，就是尼泊尔人尼玛以17岁年纪，成做全球上少年的登顶的人。K2 一向有上惨重的死亡记录，大部分无名的登山者是死伫落山途中。目前也只有几百名登山者成功攻顶。公司新闻林编译。有眠床通好过暝火车叫做寝台火车，在澳洲等来试行，也因为坐火车是环保减碳新选择。目前这寝台火车设备伤过旧，容易办昏，也有真侪技术性的问题，必须要去改善。一家人也是几个朋友坐夜行有眠床的火车跨国旅行，困起来也有早顿会当食，以这种方式游遍澳洲，真做新流行。奥地利联邦铁路表示，今年热天夜行列车的票已经卖了。作为全球永续发展带头的澳洲各国政府，也鼓励低碳排放量的铁路旅行。It's cozy. It's like a new experience you really have, other than flying, and it's better for the environment. So it gives also a good feeling that you're not like flying and wasting the environment and stuff. 为比利时布鲁塞尔往来德国柏林的新路线是2023年中才开发，甚至按坐火车加登到早起就到另外一个国家，互真侪旅客感觉方便。最近因为气候变迁问题日渐严重，互真侪旅客愿意放弃高碳排的飞行机旅行。研发跨国铁路澳洲之称，特别强调，坐飞机为伦敦飞去巴黎的温室气体排放量达到火车旅行的14倍。不过25年来，有眠床的火车因为需求降低，发展停止，设备老旧、定慢昏、技术问题，甲变速定故障。另外，铁路路线欠整合，拢正做未来发展的阻碍。The main issue is that, of course, it is very challenging to organize the train still because the timetables need to be adjusted all the time.
看好洋行列车市场，奥地利联邦铁路伫2018年就向德国西门子订33台有眠床的列车，预计今年底加入营运。法国一间新创公司也甲有眠床火车制造商合作，计划伫2025年重新推出不列受欢迎的巴黎米兰到威尼斯的路线。公司新闻新录播编译。日本即马又阁是这34度的高温咯。日本的气象厅也发出梅雨警报，提醒民众要注意掉线情形，业者也赶紧推出各种个人使用帮助你降温的产品。喷雾中的水分到空气当中来降温，已经是不少公共场所互员工甲人客降低热的感觉的方式。这几年，佫流行个人穿地式的消暑装备，这老师穿真衫，毋是因为有心，是伫衫内底穿业者设计清凉避风。若是查甫人会用选择套伫颔管，互颔管感觉真凉的装置，或者是穿亲像防弹架的衫，这设计拢一个共同目标，就是降低体感温度，甚至降低实际体温，来避免掉线或者是其他体温升过悬可能引起的症状。由日本人类协会 JMA 策划这项展览，结合互个人感觉清凉甲工作场下包含关粉、噪音等各种可能引起职业灾害问题对策。今年已经是第9届，除了个人穿地甲室内降温，建筑外边的材料也照做业者设計季節建築的重點。実際に職場、働いている環境での熱中症というのは実際に起こっておりますし、それによって命を落とされる方っていうのもいらっしゃると聞いてます。なので、この展示会というよりかですね、この業界自体を通してそもそも熱中症にまずならない、なる前の段階で抑えるっていうような技術をもっと世に普及してほしいとも思っておりますし、あとはですね、その働いている現場だけではなくて、普段の生活から対策ができるようになるともっといいなと感じておりますので、まだまだ先があると思っております。就伫这时阵，日本气象厅发出明雨警报，为东北福岛县到本州上西平鸟处，气温伫36度到37度，关东的气温阁出现39.1度的惊人数字。针对高温可能掉线，气象厅也针对47个都道府县中的19个发出掉线警报，提醒民众若无必要就莫出外。公司新闻，徐家人编译。受到罗西亚炮击人的影响呢，在战争的时阵可能会出现通讯系统拢互敌军破坏情形。即马真重视卫星通讯网络的建立，台湾伫后半年也要来启动。英国卫星服务供应商 OneWeb 有机会伫咧年底，把这范围看到全台湾。因应战时通讯系统可能失灵，日本自卫队伫今年3月透过代理商签约，开始使用全球市占率上大、低轨道卫星供应商成联服务，目前配置伫陆海空3种部队、基地、驻防地拢总10个所在。台湾嘛积极布建高轮性通讯网络，所以目标是目前不摆渡任何厂商、国外业者要踮台湾，拢必须符合法规甲国安。如果是要走商业服务的话，它就应该要依照我们的电信管理法来做相关的落地的申请。卫星服务业者我们都表示欢迎，但重点是要符合法令跟国安的考量。所以部长邓宏表示，英国卫星服务供应商 OneWeb 渴望全台服务。根据了解 ，OneWeb 是有意愿加入数位部的应变，也是战时应用新型科技强化通讯网络所谓轮性验证计划。这个计划会伫下半年开始，伫700外的测试点验证服务。那是上大供应商成联由特斯拉创办人马斯克带队，目前已经有超过4500粒卫星伫运作，占现有卫星比例超过一半。虽然是目前商用市场布局上完整的，不过学者坦白讲，政治风险相对较悬。为什么说星链来讲是比较经济的一种方式？那大家有时候会考量到这一点，因为它已经部署了全球的网络，所以这个是在这一边。但是的确就是会有一些的这个政治的风险。学者分析，伫俄乌战争时阵，外国媒体报道马斯克主导的星链范围引起各国的议论。虽然低轨道卫星确实伫战争的时阵有通信比源的优势，啊，不过有同款服务的供应商唔哪一间，台湾确实会当多方面评估。记者综合报道。进前 Costco 所卖冷冻唔产品小连续检出A 肝病毒，影响国内消费者总共42000多人。消基会也宣布讲要组成团体来协助消费者拍团体诉讼，按上要请求健康抚慰金2万块，也佫有3倍的天发性赔偿。
美食卖场好事多今日陆续伫科克兰冷冻综合园、南园、草园验出 A 肝病毒，影响全国42000个会员。消基会认为退赔迄个回本措施无负责任，已经造成团送小组会协助消费者拍团体诉讼。纵使你没有感染到 A 型肝炎的病毒，那只是没有感染成病，不代表对你的健康没有影响。这段时间，我们消基会也收到蛮多消费者的一个申诉，他在乎的不是退费的问题，而是我的健康问题。代志发生了，好事多伫官方网站公布补偿措施，也是伫广告回收区间，未受影响商品的会员除了并未记录全部退钱，另外提供所买商品共款金额慰问金。另外会员若是伫食了后60天之内出现疑似A 型肝炎症状，检验补助每人500块，若确诊会负责医疗费用。不过消基会认为，好事多面对食安事件解决方式，竟然这么无优先。到目前，消基会甲全台消保官已经接到超过200件消费者的申诉。你3月的时候就知道，4月5号还要人家去透过边境查核，告诉你说真的感染了。在台湾有14个以上的一个贩卖点，事实上它的贩售的面积啊非常的广，它依照《食品安全卫生管理法》第7条的规定，它要有监测机制。在这个案子里面啊，对非财产上的损害赔偿，一家人都无讲啦哈。消基会按申请求健康款付费金2万，加3倍定发性赔偿。即马开始甲8月20受理收件。针对团体诉讼，好事多是表示无评论甲回应。记者综合报道。日本原唱 Panasonic 近期有来台湾报案，讲有人假因的品牌伫网络卖产品。警方落尾伫咧新北甲桃园掠到3个查甫人，因是对中国进口仿的电池伫咧台湾卖，目前先查扣上万粒的电池。警员分几啊路搜索34卖场甲仓库，架顶一盒仔一盒电池，拢总封扣压大回。每一盒这边是50粒装。超过15000粒的电池，外包装表示知名大厂 Panasonic 和日本官厂起甲跨海来报案，讲品牌有仿冒用、有仿的品伫咧外口卖。这个型号它是简体的标示，并不是繁体的标示。假仿的电池无配合，全拢是无经过检验合格。警方追查源头，发现有3个卖家，为1809年开始，小连续为中国电商平台违法引进台湾，用加过市价行情，伫网络拍卖店管道转卖获利，价差相关达到10倍。查扣仿冒的国际牌纽扣电池，总计有15000多件，估计侵权市值约新台币100万元。即摆查扣的电池，侵权值达到100万。虽然3名嫌犯讲唔知情，单纯平行事实，有关防以违反商标法，甲早期等罪嫌侦办，只是因非法卖2年多，都惊部分在揭露伫市民。警方也提醒，仿的电池可以发掘漏液，除了使用损坏之外，更加加大安全的几率。记者综合报道。根据疾管署上届新的统计，目前全国已经815个天狗节本土病例。虽然彰化县目前无病例，不过这个卫生局也呼吁民众讲，这积水就要赶紧倒掉，才袂产生炭病病。天气小热，台湾为6月开始天狗日的疫情开始炭，到7月31顶报上新的统计。目前全国已经有815例的本土天狗日个案。虽然彰化县目前并无传出本土病例，但是附近的云林、台中、南投拢已经出现本土个案。这个本土病例其实拢是去到本来有疫情的所在。就是有的人去高雄，有的人去台南，像咱今日有通报的这南投，就是去云林县，有的是拢做实，咧园的内底有一寡积水容器无处理。彰化县卫生局提醒民众，天狗日目前敢有法度体检，并无易放射通知。若有出现相关的镜头，爱赶紧去互医师看，有旅游史一定爱主动通报。头壳痛、发烧。这若是讲这个有出拄啊疹子膜，也是讲咱这个目睭后壁才会痛。有这个镜头，你感觉到怀疑，紧来去医疗诊所，还是病院一届着可能镜头有在镜头
或许是还好啊。啊，毋过你若搁要顶第二个钓，迄真危险哦，迄有可能就要性命问题。技师表示，天狗日未经过人甲人的接触传染，拢是靠花卡网仔、埃及斑纹加白线斑纹咧探病。最近台湾各地头的天气拢真无稳定，雨水高加上天气热，导致后出现探病网。民众一定要特别注意环境的清气，有积水就要清掉，千万唔通积水饲网仔。记者杨淑晴综合报道。渔业署规定，逐年8月到12月底禁止掠有卵的金马，违规者上当罚15万。渔业署今仔日也甲即寡有卵的金马做记号，明仔载被放入去海里，被透过这种方式来了解金马的数量。他们的方式就是我们打在这个最后一个永足的肌肉组织这个地方。伫金马骹甲第四支骹连接的肌肉组织，拍 T 型的标签作为标识。准备8月1日运送出海放流，这是科学追踪金马探生情况的重要工作。这样我们就可以知道说它这样回游的路径，然后再去配合我们的海洋因子的资料，我们可以知道，那怎样的海洋因子是会影响它去移动的关键因素？这样。都因为最近几年掠的金马数量愈来愈少，体型也愈来愈细只。渔业署甲海台合作进行金马的生态追踪，佮严格规定8月7到12月底禁止掠卖有卵的金马母。今年佮较增加规定，巴肚的卵放跳落来的金马袂当卖。无掠这暴卵母蟹，还是讲咱今日无掠这较细只这鳍啊，这些巡蟹类，后摆嘛是咱家己咧掠。所以这个产业要永续的话，我们必须要做一些保育的事情。为着海洋资源的永续发展，渔民甲反仔拢愿意配合，希望大家同齐保护渔业资源。9月的时阵哦，那迄一天有那放2-3万暴卵母蟹等伫海底，阮是为这个保育哦，阮付出足济。我们金山万里这边的渔民哦，都很明理，然后很配合政府的一些政策哈。也毋过，环团渔员希望上好会当规年禁掠有卵的金马母。对此，渔业署强调，违规者上悬罚15万，也希望透过相关合作，进一步了解金马这段时间内生态情形。记者综合报道。风台起过后呢，伫咧海边啊，拢会出现水流茶、拿准头壳你去互掠。伫咧华东地区是真济，呼吁民众讲，即款物件政府拿准无公告，家己去捡就是违法，上当关7年，而且上当爱罚到2000万的罚金。风台一季至到花莲县马湾溪湖埔，警方查留民众开小货车来捡水流茶，而且是贵重的布壳啊、甲旧壳啊。按过目前花莲县府甲花莲林区管理处也无完成贵重无标注，民众免凊彩捡，安尼行为已经触犯新闻法，应处1年以上7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可700万到2000万以下罚金。那这个案子呢，因为现场还有一些机具，所以这些我们是暂时保留。那整个案情呢，是由警方现在在侦办中。花莲港区也出现真侪水流茶甲粪渍，渔民要出海就赶紧过，30清一天就清出4栋左右的水流茶甲粪渍。在台东的富冈渔港周边也出现大量的水流茶，和海景冲进花。30有民众在岸边捡，佮发现保育类的水鹿啊。按过31日时就消失，因为水鹿高真贵重，疑似互人捡走。这是第一次看到有这么大只的动物掉下来的。这一只水鹿，后续我们会再跟相关的这个保育单位来做追查，看看到底是流落到哪个地方。台东县府呼吁民众照新任何规定，即马民众也免去海边捡水流茶。另外，留落来各种野生动物上好也唔通捡，除了卫生问题，也可能合到野生动物保育法。记者综合报道。多数类风台暴风圈扫过南台湾，造成台南差不多有300多万的农业损失。其中呢，伫咧规阵的石徛树，因为互风扫者倒去，估计损失有4成，是这7年来上严重的。对远划过去，石徛那个龟头卡，石徛树倒会倒，甚至树枝嘛断去。这部地区产地上大的龟苓石徛，即摆当要采收，闪袂过度受雷风台影响，造成农民心血乌有去。农民真无奈讲，因拢有提早做好风台准备，也毋过园内嘛是互风吹甲密密茂茂，估计损失超过4成左右，是这7年来上较严重的。果树伊的迄个嘛倒去嘛有啦，落果的啦，一种就是讲伊无落果的，
即马后壁伊输送咱的养分嘛有应用到啦。果树我都继续送养分给果实，农民真头疼，因为果粒还未大粒就提早到分啊。另外，赶快受到风台影响的嘛有大来又来啊，那个有一声话，农民表示这个损失无济，不过因上惊所来的天气变化大，会大量落果。落果一点点而已啦，落果差不多1/10啊，树头倒掉了10几棵了。今年算这样算平安的。啊，损害金额大约差不多300多万。该用来比跟咱台南的部分算是很幸运也损失比较轻微一点。经过农局统计，这届台南农作物损失面积127.64公顷，损害程度7%。农业局指出，若农民有受损，会使参公所甲市府通报，因会马上启动机制，邀集相关单位去现场会勘。记者李上台南采访报道。文化部推出创新册市计划，要参实体册店合作，伫台湾各地头举办艺文活动，希望民众行入去实体册店。这业者也表示讲，这文化部推出着成年礼金文化币政策，确实增加不少少年人去到实体册店买册意愿。一本一本的册，每一本内底拢是丰富的世界。你有偌久无行入实体册店买册啊？度过疫情，文化部办创新册市计划，参各地册店、出版社等等单位合作，为今年7月到明年5月，伫各地头办正百场的册市艺文活动，望大家通各一摆行入册店。怎么样长期经营16岁到22岁的人？我个人觉得他其实也事关了整体的未来的独立书店领域也好，我们阅读的养成习惯也好，甚至更严重一点，也涉及到整个出版界。独立册店业者表示，现主时凭疫情期间，人潮有增加3成左右。即阵也发现，因为文化部推出的成年礼金文化币政策，加入册店的少年人变质有加4成左右。不过，伫网络册店的继续竞争之下，实体册店要是歹经营，更加免讲是独立册店状况如何。我唔是要甲网络册店的人去扭来实体店。其实，每一个人有每一个人买物件习惯，图书统一定价这件代志。就是讲，咱新册多出版的时阵，你会当卖拍一折。伊较介意实体店的人，伊会当无虾米感觉讲，迄个为着迄个介绍伫遐咧硬桥啊，感觉伫你遮买册，那就去用贵。独立册店文化协会表示，除了希望建立新册售价规范，通互实体册店较好生存，也望即马的文化币政策通常态化、长久执行。透过鼓励少年人惯习买册、读册，安尼实体册店就会较好经营。记者郭文条随台北报道。明仔载天气是好也是歹，做回来看预报，恁就知。吉人到新竹对25度到32度，苗栗到云林对25度到33度，嘉义到屏东对25度到33度，宜兰花莲台东对25度到33度。平湖金门马祖对26度到32度。伫新闻最后，感谢各位观众朋友收看今日 AM 新闻，我是嘉豪，明仔暗时7点咱再相会。